它可以生吃，给它把捞，还给它把捞，你皮剥下来它就可以吃了。除了那个它的芋头以外，只要露在土上面的都可以吃。它会那个都可以生吃，那个可以解渴，也不会像那个姑婆鱼会咬，不会。可是现在山里面很少了这个东西，因为从几十年前这样，我们山上种槟榔，城里建筑园，我们都喷药，所以那个东西很少在长，除非很深山很深山了，偶尔还会看到。在很深山的这个东西，在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可以去认识山上的东西。我说这个是在我认知内，这30几年我在部落参加阶层米苏啊的一个认知了。前面是长辈他们的是怎么样子？我听到长辈讲说是1个月，我这1个月当中是到底是在做什么？所以我刚才一开头才会讲说古典。三个姑达瓜难多，咱就说没有去听这个3个老人家的故事，现在变成自己的认知里面没有这个故事可以传承下去，在骂我自己活该不听话。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很多长辈说要讲故事给我听，因为那时候30几岁，正在拼事业，出去工作累了。回来想睡觉了，不然就是3、5个朋友在那边喝酒玩乐，说都错过了这些东西呀，部落这么宝贵的东西都跟我擦身而过了，真的是很遗憾呐。这个是我对米苏瓦的一个认知啦，我都讲到这里，原住民菜最难采的就是藤心，所以老人家很聪明。棕榈树很古的去采这个2种，你说去山上就是采这个2种，那个有刺的，你怎么摸往哪里拉，就是我们长辈爸爸给，尤其是扫把星，你怎么剥？很难剥，有毛。那个棕榈树，不好剥，就是最难剥、最难采，就是教导这个。这2样就是最难了。原住民菜，最难，所以很多年轻人都不会采，看起来很简单哦。你用看的很简单。以前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啊，很简单。去采的时候，哎呦，吃到了，是往哪里剥往哪里拉，我们一定要摸。一定要摸。2、3年后，你都以前是我这样子采，都有记忆力，不会跑掉。那么简单用看的。以后1年后你去采嘛，没有办法。matinya sapu bisa lupa cahaya, taruh matinya itu. 我刚刚我很